近年大推嘅西塞山旅遊度假區，由2024年6月開始正式晉升為國家級旅遊度假區。要形容風光景貌嘅話，用唐代詩人張志和嘅著名詞句「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鳜魚肥」就最好不過啦。不過大家到訪嘅主要原因都係為咗去廟西鎮一尋陸羽嘅蹤跡。呢一度被譽為茶經嘅誕生地同埋中國茶文化嘅發祥地之一。除咗可以去到陸羽古道漫步，睇到震撼嘅茶田景觀，附近嘅柱山廟景、天下茶經更加係必訪嘅項目。佢將整個柱山變成為一個集光影科技同文化演藝於一體嘅沉浸式互動夜遊項目。沿途除咗優美嘅園林景觀，仲可以揾到陸羽嘅墓碑之外，你仲會見到大量嘅光影效果，以陸羽撰寫嘅茶經為主線，去展現唐代茶文化嘅故事。最後咧，仲會有一場精彩嘅真人劇場表演，帶領遊客穿越時空，了解陸羽喺柱山生活、郊遊嘅點滴。對於愛茶之人嚟講，呢一度絕對係另一番深刻嘅旅遊體驗。